今日係2026年1月10日星期六。今日天氣非常晴朗，唔凍唔熱，喺太陽底下格外溫暖。我帶埋小朋友嚟到開咗唔夠1個星期嘅西營盤海濱公園兒童遊樂場。重點項目就係呢個全港最大嘅雲彩彈床。呢個係一個免費玩嘅充氣彈床啊，就要排隊啦。設置可以俾20個小朋友入去玩，仲要有5分鐘嘅準備時間。我哋今日就等咗3節時間，大約40分鐘先可以入到去玩啊。85cm 以上嘅兒童先可以入去玩，大人就唔可以啦。佢之前會俾一個指引你睇，所有入去玩嘅人都要除鞋，唔可以戴手錶、太陽眼鏡、耳環等等尖銳物品。小朋友中意跑來跑去、彈來彈去，又有唔同年紀嘅小朋友，易撞到全身傷晒，所以家長要提醒你嘅仔女唔好玩得咁癲啊！另外呢個新開嘅公園仲有一條好長嘅鋼製斜滑梯，又有玩沙同埋玩水嘅設施。不過玩水嘅設施仲喺度建設中，我諗夏天之前應該會起好啦。講咗咁多，至於點樣去呢？西營盤海濱公園位於西區海底隧道港島出口隔離，一邊係魚類批發市場，另一邊就係中山紀念公園。住喺新界西同九龍西嘅朋友可以搭西隧巴士喺中山公園落車，搭地鐵嘅就喺德輔道中行過嚟啦。呢兩個公園亦都係屬於全長18公里嘅港島海濱長廊嘅一部分。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